我平常在教书的时候就做很多的教学工具。就是这一间教室。今天早上我上了早自习，在五股的一间国小，7:55到8:35，然后后来呢，我就赶场冲过来修这个国小。11点10分到12点20分，有10分钟的时间。我开车到传国小就附近，大概5分钟的车程啊，很近。但是还要等警卫开门啊，等等啊，我就会冲到那个教书的一个会议室。不要怕啦，你看到我没有跟我说 Selamat pagi 好像对吗？啊，对哦，对你的头了，对，跟你扣5点啊。我们说 Apa hobi awak，Apa hobi awak 就兴趣。你看一下我今天带的东西哦，你看，我们知道玩到下课啊，知道什么意思？要玩到下课吗？东南亚语言呢，基本上有7种，包含大家很耳熟能详的越南语，哦，很多人学的；印尼语也是很多人学的；泰语也很夯，然后缅甸语、柬埔寨语、菲律宾语跟马来语。马来语实施了6年了，今年是第5年，也就是说马来语是最新的语言，我已经教了第5年了。它的发音一样吗？不一样哦，所以它有几个音节。Selamat pagi, nama saya Eng Josun. Saya dari Malaysia. Saya adalah orang Hakka. Kerja saya adalah sebagai cikgu bahasa Melayu dan bahasa English. Terima kasih. 这个 ambil am 来，请跟我念 am ambil 什么？拿。假设我现在讲，假设我这个是什么？上次我们学过的这马来话叫什么？Go。对，我就是什么 ？Saya ambil kota pensel。那我先问你哦，马来西亚有3大种族嘛，对不对？有哪3大种族？你告诉我。马来语的孩子呢，有1年级到6年级的。那如果继续跟我学的话，像我林口有一间学校，他是从4年级跟我学到现在6年级。所以马来语课程都，你看我的动作啊？不会耶，最多顶多是3个到4个啊。那现在我的学生大部分就是1个或是2个。目前是这个样子，对。baru baru， 什么意思叫 baru？ 我们说kawan baru 什么意思？新同学很好，来再来。他爸爸是马来西亚华侨，然后当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选这堂课，也许是因为要延续学习母语的状况吧，他就报了名啊。那因缘机会状况底下，3年前我就跟他结下不解之缘，到现在。bo la， 你看他这样是一个蛮聪明的孩子。我本来想要说要给他去做升级考的，就是说如果说他的程度，他可以拼音，可以发音，然后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他就不用学基本的。他因为讲话，他的发音，然后就可以直接跳过去。有些孩子这些都是需要经过鉴定的，他只要基本功给弄好哦，再难的哈，他还是可以达到的。不可以哦。好，继续，小心。Gajah harimau tikus, Gajah harimau tikus, Gajah harimau tikus 啊！我赢了！来，我开始拿好，哪个是我的家？这个是我的家，来，给我乱讲话。1、2年级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在那里听不懂他们讲的话，所以3、4年级回来的时候才会开始想学马来语，因为觉得很有趣。然后妈妈也说，如果要学，就一直学下去了。那你就麻烦随便。没有了，轮到你了，你看，轮到你了，你自己放啊。老师人很好，因为他会认真教我，然后会给我玩游戏，然后还会给我奖励。1、2、3。哟，你好，这个好来，再一次，我不知道，你待会回家慢慢研究来，手下去。1、2、3。哎呦，你好，这个还有枪哎，好了，再送你1个枪啦。哎，谢谢，马来话怎么讲 ？Terima kasih。
哦，我就这样也赶场啊，然后时间只有10分钟啊，从 A 学校到 B 学校啊，还好就在附近啊，所以就基本上只要没有下雨的话，没有遇到任何状况的话，很快就会到那间学校了。好笑好。今天我们玩这个游戏，用这个，看，好笑吗？你看你都不会笑的，不要跟你好了啦。啊，30秒做什么？画母音。什么叫母音？母亲的声音，对吗？不是，是 ALU。OK。Bahu, lutut, kaki。所以 kepala 是什么？头。Bahu 呢？肩膀。lutut 呢？膝盖。kaki 呢？我在台湾住了32年，然后大概约在5年前，我当了马来西亚语的教职人员。其实这是一个因缘际会的状况底下啦，因为我教了20几年的儿童美语老师嘛，突然间就有同乡告诉我说，可以在台湾教马来语老师，我就觉得好奇怪，怎么可能？谁要学？哪里有市场？可是我还是硬着相信，然后我去试试看。今年我教了11间，我大概教了20节。然后有国中，有国小，大部分是以国小为主。来，再一次，来，用嘴巴说故事怎么讲 ？Bercerita cerita dengan mulut， 讲会了吗？其实不管是一个还是很多个孩子，对我来讲哈，都是蛮开心的。一个你就把它当成是家的方式，很多个你就把它当成是群体在玩。其实学这样的一个语言，孩子真的是偏少了，它有点像是家教班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孩子会给我很多的启发，让我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你有没有想到说自己来到台湾会走入教学这个行业？那当然，以前在马来西亚也有当过代课老师一小段时间呐。然后来到台湾以后，没想到后来当了一个英文老师。那也没想到，英文老师以后又变成一个新住民语的教职人员，然后在新住民的教职人员里面，他又可以变成了文化讲师，可以分享美食，去外面摆摊，然后可以到大学或高中等等去授课当通识老师。我会觉得这个是在我身上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这个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祝福跟恩典。让我回到时光的隧道，大概是在1999年吧。我大概大学毕业没有多久，我太太她本来是补习班的主任，就是因为她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去教美语，没有时间，她就叫我去那边帮她教。就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的状况底下，25年前到现在，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会去教儿童美语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开始。那时候啊，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在我任职的这个补习班里面，那我们需要做这个儿童英语的教学，但是因为其实我也身兼主管职，很难分身乏术。那我就想到说，我先生祖顺他本身又有英语教学的这个出身的背景，那由他来教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慢慢的从这个补习班的教学到现在。已经教了20几年了，所以他这个教学经验越来越丰富，然后这个技巧方面也是越来越纯熟。你们其实可以，因为我们里面，请进。这边放500的水，因为我这边有很多料理，那这些都是我要去外面摆摊，
要卖的东西。我这样子一包，可以煮150cc， 然后我这边1、2、3、4、5可以煮750cc。就是我现在要做的是那个拉茶，很小片的这个。那个是什么？咖喱叶，我们煮咖喱鸡的咖喱叶。这种是香茅，有没有看到？这是香茅。然后这种是香兰叶。要种不好种，因为这边的天气很潮湿，没有什么阳光。然后这个呢要稍微洗一下，所以你看我的香兰叶，我基本上我都会先洗过。在煮椰浆饭的时候也会用香兰叶。在煮么么喳喳的话，也会放香兰叶跟椰浆，我就会把它给撕，这边撕。其实我教马来语最主要的就是我在分享我家乡的文化，跟我小时候怎么样在那个环境里面长大。我告诉人家说我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有什么样的美食。哦，辣死你妈！哦，就是哪是人吗？不是骂人的话，是椰浆饭，或是马来炒面、拉茶等等，我就跟人家分享。还有铜碗，我就跟人家说我是这样子长大的。因为其实他离乡背景这么久，那我觉得他会很想念家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食物是最想念的。那现在有这样一个可以教自己家乡语言的机会，我觉得对他来讲，应该是教马来语是最开心的。在台湾竟然能够讲马来语呢？我们要去教会做礼拜啊，然后因为我们以前住在新庄，8年多前就是搬新家到我们现在龟山的家这样子啊，但是我们还是会习惯回我们这个母会新庄灵粮堂去聚会，所以就是要小小的这样一个开一小段的这个路这样子。我们是在就读政大的时候认识的，他是我大2届的学长，就第一次见到他，然后就感觉他长相这个斯文俊美这样子，但是其实没有心动的感觉。那后来就慢慢的，因为也是他常常来找我，慢慢去认识他有一些不同的特质。那个特质是我很缺乏的，比如说我看到他很专情的一个部分，对感情相当的专注跟投入。那其实我发现他有些特质跟我爸爸也很像，很顾家，然后会做家事。那他在他身上，我确实也是看到了，就是有爸爸这样的一个特质在。那所以就慢慢的，我们就是进入这个交往，然后最后就是走入婚姻这样子。应该讲说那时候有向往婚姻，可是觉得说，因为当时候是因为我爸爸在我大5的那一年，他就居然的离世。哦，我就想说，哦，那怎么办？那时候心情真的是很复杂，很复杂。就很匆忙的风尘仆仆的回到马来西亚去奔丧。后来我跟我太太讲说，我如果要在这边定居的话，我一定要拿到居留证或者是依亲这方面的。那是不是要考虑结婚这段时间？因为我太太她是在大4下学期的时候，她就毅然而然就是愿意为我牺牲啊，为了要拿到那个证件嘛。所以我觉得她为我牺牲很大，对，不然的话哈，听我太太姐姐讲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样子啊，她已经不知道是美国某知名大学的博士回来了，因为她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那时候政府有个规定，就是说，如果你是外籍人士，那他刚好已经面临到说，他毕业只能多留1年，可是如果你在这1年当中，你因为任何事情而出境，你就不能够再进来台湾。那所以我们就想说去克服这样的一个情况，先用结婚的方式来去取得这样一个居留权。所以那时候提早等于说半年1个学期去结婚的原因是在这边。
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我值得托付终身的一个人，所以当下就会觉得说，做这个决定并不后悔。神说，我们在他们面前，我们是可以欢喜快乐像小孩子的，对不对？有你们你在生命当中有很多惧怕的事情吗？有没有？有的人举手。有，当然很多，对不对？我也很怕，我常常都很怕。来到神面前，你就是知道，整本圣经很多地方都叫我们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惧怕，不要惊惶，不要害怕，对不对？也是因为大三的时候，礼拜天他带我去做礼拜，让我开启了对于这个信仰的深度。那当然对我们的婚姻来讲也是相当重要的事情。我觉得结了婚之后，随着结婚的年资越久，那个爱就变得越少，特别是有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或者是孩子出生之后。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的不同，对孩子教养不同的理念，其实都一直把我们的爱磨损、消耗。就是这个上帝的爱先来改变我，去调整我自己，来让我们的面对到各样的困难或关系，可以相处得更好。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婚姻可以走，因为其实大概已经25年了，对。可以越走越甜蜜，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力量。我从小在马来西亚是在一个道教的环境长大，我妈妈会拜什么观世音啊，我以前有在那个庙里面啊，有看到很多党弟啊，在那边跳党啊，还有什么歌仔戏啊等等。我们还有过一种桥啊，不知道什么桥，就是它后面就会用一个印章来盖你啊，好像是在给你保平安这一类的，我也有接触过这一类的，但是我自己本身，我就是没有平安啊，我就是没有平安，所以后来是因为教会的朋友他们来关心我，我才慢慢接触到这样一个信仰，有一个和睦的关系。主要常常我们不协调，常常我们与人不能和睦。好像是可以，你看我 Google Meet 已经进去了，可是它这个是歪的。大家好，我现在呢要教线上的儿童美语，我现在正在准备当中，然后我要跟学生讲说他们要上线。那基本上我教儿童美语呢，我会教2个小时，就是你要上我的可以，我就教2个小时，除非我不想教这么久，我就教1个小时半啊，或者1个小时啊。Selamat pagi Siti, apa khabar? Selamat pagi Siti, apa khabar? Can you tell me how are you today? Today is Wednesday. Oh no! I asked you, how are you today? You can say, I'm good, I'm fine, I'm okay, I'm so, I know bad. How can you say, today is Wednesday? Today is not Wednesday. Okay. 因为儿童美语是我最擅长的啊。因为在我的教学理念里面，我曾经也教过大学生，我曾经也教过高中生、国中生，跟国小生跟幼稚园的孩子。不敢说最擅长，应该说最习惯的一种互动模式。小1、小2，他们懵懵懂懂嘛，你说什么样的 instructions， 他们都会听。OK， 3、4年级呢，中儿童班大概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他们对你的抵抗拒应该也不会说很多。5、6年级的就很明显了，如果他们不喜欢的话呢，他们就告诉你他们脸上的表情。但是我还是可以 control。Show me, okay, good job. 1 point. Point to your nose. Where's your nose? Good job. You want to tell me this is my nose? It's rainy. 就像我现在这样1个礼拜，我教了4天，就1个礼拜我教了4天，而且还有蛮多的家长给我，肯定会说孩子很喜欢上我的课，因为他们觉得很好玩，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觉得有时候你单单讲到这几方面呢，虽然你的肉体会疲惫了，但是我觉得在疲惫当中，你会觉得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No, how many? 1, 2, 3, 4, 5, 6, 7, 8, 9, 10. How many? 7. Okay, you get 1 point.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我觉得他对自己就是要求很高，所以一直会把自己好像是逼到一个上限或者是一个极限。我觉得那是对于自我要求的一个部分。同时，我觉得他的个性也是属于说，他很希望可以把他所学的、所知道的，可以教很多的学生。所以我想这也是说他这个课堂数相当多的这样一个原因。Can you see? I just passed to you. 我礼拜六也没有休息，除非我去摆摊，我才会休息，否则我就是从礼拜一教礼拜五，就早上教马来语，下午教儿童美语，就教双语这样的话，一直跟他换来换去，这样子我觉得也蛮好玩的，还不错啦。因为我觉得老师这个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你的心在哪里，你有没有真心去对待所有的孩子，因为孩子会受到你的影响。如果你有以身作则的话，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你的成功之处，或者是你已经做到了你该做的点。Okay, remember your homework is long O. Have a nice day, Melody. Have a nice Okay, God bless you. Okay, see you next week. Bye bye. Bye bye. Hả? 1、2、3。今天是社造的录音哦，然后就来了一些同乡嘛，像 Mindy、康平，还有另外一个同乡慧琼，还有彩萍，今天跟他们在一起这样子录音，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东西可以放里面没关系，怕外面太乱。哇，今天也太热闹了。对啊。在准备的时候，就跟他们讲，因为我们有个群组嘛，想说谁可以帮我买，他们就已经先帮我弄好了。就他们就说我来的时候就马上吃啊，发挥，缺乏血糖，这样子。大部分我们在做绘本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录音，以前做绘本没有录音的，就是属于是绘本而已。这是有做录音的方式，也是第一次参加。你要再重新录的。好，对，好。这个绘本就是在推广马来西亚的文化，然後我哋畫出來咧，就係愛變小個看我哋會畫一輩係講馬來西亞嘅文化。我係4年前當做馬來西亞老師，母語老師。4年呢輩咧，我就學到好多東西。彩萍咧就教我講，一邊要畫畫啊，要設計啊，又要社造，你講你的講出你對馬來西亞嘅知識，你想要推廣乜嘅東西，你就去參加，所以就帶我咯，帶我去，我就學到好多東西咯。因為他英文比較好，他中文不大好，這個很困難。我幹嘛要給你念這個？這個也 OK 啦。因為我們有一個繪本，然後這繪本呢要有一個語音的流檔，對嘛哈？然後有雙語的，有中文跟馬來語。他是千如，就是我們參加這個社造的時候啊，就認識了。他給我們很多的協助。對應不同生肖都會推出不同的新年歌。
因为绘本的话，就变成你要实体的，他们去看，然后去讲故事会比较清楚。那我们透过电子书的方式，因为它是绘本的形式的，录成有点像短动画的方式，然后配上，因为会有双语，会有华语跟就是他们的母语，所以会有双语去呈现那个内容。来我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因为彩萍老师他之前应该都有参加其他社区协会的计划，就是他是参与者。今年我们扩大，需要比较多的母语老师来一起协助，那就刚好他就一起把祖顺带来参与这个计划，这样。Merayakan perayaan bersama. Mari, ini adalah kue kape, kue yang mesti dimakan. 因为我觉得比较少遇到的是新住民伙伴是男性，这个是比较少遇到的。那他们今年多了好几位伙伴一起来做那个母语绘本的东西，所以讨论上就可以更丰富、更多元一点。Anda mendengar bunyi gendang dan gong di luar。那刚好这次绘本马来西亚也有参加，我做了这个社造，做了这个绘本也开拓了我的视野，而且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想说那就试试看吧。再加上这次的绘本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它竟然会有配音的哎，虽然很辛苦了，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靠着上帝的恩典胜过，我后来还是完成了社造这个部分。穆斯林，穆斯林，不是穆斯林，是穆斯林，穆斯林。覺得其實政府咧真係要顧到我哋咯，要幫我哋好多，因為是我的例子啦，我的例子係二胎嘛，第二胎，所以而家就好多東西都唔記得，太早了嘛，那邊所以我都唔記，馬來西亞係用便，所以我就同佢講，你我就帶轉去。帶轉馬來西亞，我就同阿媽講，我要同佢講客家話，或者伊就好少講，伊曉聽，唔曉講，伊就學到好多馬來西亞新嘅東西啊，文化啊，教嘅東西啊，出嘅邊同馬來西亞同台灣唔同哦，所以我就想一邊學得多啲，後出咧係一隻政府咧要推廣嘅隻文化，所以我就同伊做開一個社造，就係築夢計劃，我就一齊做。做開我就寫，然後我就帶去社區，帶去學校，就同小哥一起教。這句話會嗎？來，請念。拉曼、德西卡、德威卡，你們的節日又是怎麼過呢？對，如果你不小心。他客家話叫旗嗎？你說他是我大學同學，旗係我嘅太好嘅同學，旗嘛哈，我應該沒有念錯嘛。哦，其實我是來過，真的。啊？那時候你剛我說真正進去到我家沒有啦。有啦，我跟你打。我印象中沒有。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剛搬進來的時候嗎？對，你記性比我好。對。我第一次上來林口，你記不記得那是你要開刀？對，你我們騎摩托車，你有騎摩托車來看我。什麼鬼地方啊？佢係我太好嘅同學李典玲，我認識佢係我讀太學嘅時候，政治大學1993年認識他的，我嘅好朋友。大一就認識。對，大一認識到現在。他讀歷史。30年。印象很深刻是大一的時候，那時候其實他壓力很大，因為第一個是語言嘛，第二個是人之間交往，然後功課壓力，其實他們很辛苦了，因為祖順他大學的時候身體不好，其實身體不好，其實壓力會很大。不過他是一個很堅強的人，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都挺過來。很多人說我是一隻打不死的蟑螂。其實身體的狀況不好會影響到你的情緒。再加上大學的功課壓力本來就比較大，那我相信再加上那時候可能家裡的遠方的家裡有一些狀況，加上他身體要開刀，所以我覺得其實會影響到情緒，所以他在那個時候在社團裡面其實，我說實話是人際關係不好，因為他脾氣很差，很容易暴怒，那我相信這個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其實我覺得我老實說跟他這30年來，我覺得他挺過來。我的人際關係一直都不好的原因是因為尖銳了。我很直接講出對方不想要聽的真實的話，或者是這個是一個怎麼講，就是
可能我的个性是属于那种比较直接的，然后我现在也是一直在调整，说我不要能够比较能够多圆融一点。即使它是真的是这个事实，但是也尽量不要把它讲得那么直接，因为人家听起来还是会不舒服啊，所以我就一直在尝试啊。所以为什么我说他那时候大学的时候他来找我聊天，其实我是用想办法去同理他的想法。那当然我是聆听嘛，因为他在抒发他的一些感受，抒发他的一些情绪，所以我就聆听嘛。因为也不容易啊，听了8个小时，不到8个小时。从此他就常常来找我。一个鱼缸给小米，小米在养鱼对不对？那个是做装饰品的，你们家里面没有人要养鱼哦，有一个鱼缸，没有人在处理它。对，给小米，好吧？好啊，好啊，你要给就给吧。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啦。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大三下学期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才动手术，没有多久嘛，他就一直不要让我去参加毕旅，我就很不爽，我就很不甘愿，他一直不要让我去。结果后来，我们去花莲、去宜兰啊，还去那个叫什么太平山啊。他那时候还为了毕旅做了一首歌。滴水思念的心情，神总是保守了每一个人的心。或许在若干年以后的记忆里，你会曾经蓦然想起彼此的相聚，那一次感恩的比率，在山崩交通无法同行的夜晚里，只能凭借日间薄时的记忆里到梦里追寻。你在里面啊 ，You go over there, accept the ball。所以你们最长的一起运动吗？对，最长，但是已经很久没有打了。以前小时候我们有一起打啦，他比较大，比较没有空，我比较少跟他打。他很常打篮球或者是打撞球。哎 ，sorry。你那个有打出一些旋的球出来，不要急着赶快杀，以后先对着球拍。因为我平常跟我儿子比较少在聊天呐。以前啊，对我来讲，爸爸是个很严肃的角色，然后毕竟又是老师，所以那个心中的威严又会更胜一分。然后爸爸又以前就比较凶一点，所以比较敬畏。我没有真打，我只是在做一些效果而已。我如果要真打的话，不是这样的。但是我打不赢啊，我真打不赢他。是真的吗？真的，我真的打不赢他，打11分啊。啊，好。大了也不会想跟他聊天。我爸爸的观念比较古板一点点，相对于我妈，就是她一开始有点反对我染头发，然后我本身的耳洞又有打5个，所以就是她会觉得说，我这样好像有点太过奇怪嘛，所以我不会想跟她聊天，因为我觉得她跟我在不同的频率上面。她现在已经接受了，因为她已经看久了，就看久就是接受了。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make sense right now。你可以再摆啊，你可以再摆。你可以再摆。哦，摆这边啊。随便你摆，你就觉得哪一个地方最好打。其实，祖顺真的是一个好爸爸，他也很爱孩子跟照顾孩子，只是表达的方式比较，我觉得有点老师性格。然后我告诉你要怎么做，你就不能够反驳我。然后我跟你讲的都是最好的，我跟你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模式这样子。可是对于孩子，其实每个阶段的成长，其实他所需要的是不同。有时候孩子他是需要我们像朋友，有时候又得像老师，
其实是不一样的情况。对于主生来讲，他这方面的调整会比较弱一点，所以就是常常在跟孩子相处过程当中，会确实是有一些冲突啊。对我来讲，算啊，他算是个好爸爸，至少他都给予我应有的东西，然后也没有对我很差。但是他有的时候讲话很直接，然后讲话很凶，所以当然会让我很不开心。所以就对，但是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爸爸。以前呢，我还记得他小时候，不知道是1年级还是2年级吧，英文只考88分，被我骂他哭。因为我自己有教过台湾的小孩嘛，然后我曾经有教过拿过全国第1名的小孩，我都教过，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比他们差？所以当我慢慢知道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一直在调整了。我强项是台式的，因为比较喜欢吃台式的菜。我煮的话是台式，爸爸煮的话大部分都是偏马来西亚式。妈妈煮的很可怕，可是大部分都是有熟就行，然后我又很挑，所以我不会喜欢吃她的菜。因为我看食谱比较有天赋一点，所以我看食谱1、2次我就可以学会了。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煮的这道是清蒸鲈鱼，就是先我要用葱，然后葱跟姜水去把它去腥。我买的这个 OK。你买什么？请我做买那个蒸鱼的酱油露，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蒜头。儿子说煮菜很可怕，真的假的？对，他说是暗黑料理，有这么严重吗？其实很可怕。很多东西都是需要练习嘛，就是耐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然后我在煮饭中也学到了，就是你要有耐心，你才能学好一个菜。如果你没有耐心，你就做不成。好了，那个 OK。我都还没有拍耶。我每次放 FB， 我朋友都跟我说：“哇，你好幸福，儿子会煮给你吃。”这个是青江菜炒虾米。是不是也因为这次我们家拍摄的故事，所以比较难得有机会你们3个一起吃饭？因为好像听你们说，现在就大家都各忙各的。对，而且现在主要都是要看那个德勉他有没有空可以煮。应该上个礼拜我非常的荣幸他有空，所以刚好我们2个在家啊，所以他就煮了这个2、3道菜这样子啊。爸爸那时候刚好还在忙那个社造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在家也是他们2个很忙，那我们就是也没办法开饭这样子。对，我也曾经自告奋勇过，但是没有获得青睐。应该也会去逛那个园游会吧？会。我现在煮的是马来西亚的咖喱鸡，它里面有香茅、柠檬叶。我是买整只鸡啊，一整只鸡去煮，差不多是2只全鸡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摆摊了哦。对，那我们昨天其实已经摆过第1天了，那也是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所以我们的生意兴隆。昨天下午1点就卖完了，所以早早收摊就可以早早回家休息，预备今天就是还要再卖的，就是第2天的活动这样子。我要帮忙煮马来炒面。国2的那年，然后跟爸爸学习，然后一方面是帮忙分担爸爸的那个
压力吧，因为他煮椰浆饭其实要花挺长时间，然后也挺累的。5斤的话大概可以撑100人份差不多。我最近不会去，因为还在准备学的当中，但大概在高2以前我都会去，然后帮爸爸妈妈摆摊，然后也增进我的多元文化的一些知识吧。我觉得可以接触一些新住民们，挺好的。所以你看哦，从早上这样子凌晨1、2点到我们出发，大概我们是抓7点半左右的时间，其实他们已经就是工作大概已经5、6个小时、6、7个小时以上了，对。以前是德勉陪着爸爸去嘛，那时候就觉得我不喜欢去接触人群，我个性本来就比较内向一点，然后就觉得其实大家都好友善哦，因为有几次同乡都好帮忙我们，因为真的就忙不过来，真的啊就好感动，被感动到了。就是暑假的时候会跟他一起去，就是主要是想帮忙家里的经济开销嘛，再就是帮自己稍微赚一点零用钱，所以我才会想去摆摊。那一方面，我觉得有点像是传播多元文化嘛。我对新住民这个课题还是有在关注这个部分，所以我也想说，让台湾人或者是不同国家的人来认识马来西亚这个文化。马来西亚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好像比较不被人熟知嘛，因为大部分都是越南、泰国、菲律宾或者是柬埔寨之类的。我本身又很喜欢吃东西，然后马来西亚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好吃的，所以我当然会想要把它们推给我的同学啊，或者是我的朋友。这样是150。你刚刚哦，因为我以为你不要花生，不好意思。好，然后有咖喱鸡，炒面欢迎吃看看哦。椰浆饭有咖喱鸡。好，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咖喱虾跟鱿鱼，我把它混合在一起，这是比较辛辣有重口味的啦。马来人也好啊，印度人也好啊，都是家常便饭啊，所以这种东西只要一看到哇，就会食指大动了，所以这个很影响我们的食欲。好的好的。那请问一下，你要辣吗？我觉得还蛮好的啊，因为我觉得一方面烹饪是我自己的兴趣嘛，新住民的这个领域现在可以用美食来做摆摊，来跟人家分享，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上帝就很奇妙的让它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摆摊让大家分享我故乡的味道另外这个方面也算是一个额外的收入，我觉得也蛮棒的。马来西亚椰浆饭哦，马来炒面，欢迎吃吃看哦。来1份炒面嘛，好，你好，麻烦稍等我一下哈。对，我觉得他是很开心的，然后他会想去跟同乡多聊聊天，然后会想去看看别人卖什么，然后可以吃到同乡的东西。我们有附辣椒，还有小鱼干，他就是我的贤内助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平常我们都各忙各的嘛，我都要教书啊，然后到他的公司去上班啊。就没想到，因为新住民的摆摊活动，把我们就是聚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有这样一个夫妻的共同时光。就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让我们透过摆摊可以有夫妻更多的精心的时刻，这是一个很棒的也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应该什么？一个椰浆饭。一个炒面好，你稍等我一下哈。好，就是花生、小鱼干、水煮蛋、小黄瓜，还有辣椒酱。等一下，我帮你放旁边啊，谢谢。怎样穹苍的繁星，眨着温柔的眼睛，如同天使对我轻声细语，孩子我爱你，岁月留下的痕迹，日记在路的
心情。深水淹没流露，继续感激妈妈我。千言万语诉说不尽，恩情何时报答你？无法忘记是你为我。其实这首歌都是我纪念我的父母亲。我家里面就是有9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幺。那我妈妈很不容易，她跟我父亲拉拔我们9个小孩长大。然后供我们读书，然后负担家里面的经济。只是因为我跟我的父亲在互动当中比较少，然后我跟我妈妈互动当中也许会稍微多一些，所以这对我来讲，在心中它就是一个抹不去的一个遗憾啊。但是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以前我怎么样的长大，我怎么样的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到现在的我，如果他们在天堂看到现在我，可以在台湾，可以因着我妈妈是客家人，非洲哈港人，然后我可以讲一点客家的话，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个荣幸，可以分享我在台湾的生命故事，我想他应该会很开心吧。我係黃祖孫，我在台灣生活32年啦。感謝我撫養同來嘅一切都在我身邊。3、2、1，对会弹吉他的男孩子会觉得很有才华，会很心动。可是当他对我弹吉他的时候，就像对牛弹琴一样，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这样子。照片为我们留下了对不起，我弹错了，再一次。这是碧旅吗？对，我弹错了。